续来看基隆市长的选战，国民党开记者会，讲民进党基隆市长的候选人蔡适应，伊服务处同一栋大楼的4楼，都是天道明太阳花带头单清源的营造公司。国民党指控蔡适应甲乌道利益共生是乌金的结合体。蔡适应竞选团队是来反驳所有指控，嘛来呛讲会无少代价告到底。蔡适应到底他的背景是什么？我们不能让基隆市未来成为黑道可以操纵的力量。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凤仪提出几项证据，指控民进党基隆市长参选人蔡适应都伫乌道贪不当资产。他的服务处里面这一栋大楼，这个4楼是瑞森营造，瑞森营造的老板是他的助理，叫做陈清源。最近还因为就是可以算是勒索取财被警方侦办是什么样的一个利益共生黑金结合体？王凤仪阁讲，认为针对前立委黄国昌压料内容，蔡适应所无甲告原因无单纯。黄国昌说你在那边维视，帮天道盟的大哥天道盟太阳会的大哥维视，来用压迫国防部建售土地，让这些标售的这些对象，起码可以获得4.3亿的这样的暴利你怎么都不讲话？针对进前洪指控对国防部施压，要标林口区干城二川管地，蔡适应竞选总部嘛，搁一摆做回应。只是在102年以及103年的时候，是由当时的朱立伦所主政的新北市的市政府。我们认为，当时国民党如果觉得这个土地这样子标售有问题的时候，国民党的新北市政府当时朱立伦就应该要来停止这件事情，甚至呢，现在接任的侯友宜市长也可以来提出意见反对，而不是到现在才来指责，甚至是用不实的言论来污名化。蔡适应团队讲要甲告，嘛，互基隆市长选举进入攻防战。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